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对12月开始到明年2月，特别选出包括台湾、法国、德国得奖的10支片，要伫咧家己的成功来报送。希望民众透过纪录片来开眼界，来了解即马国际社会当咧注意的各种议题。为高雄镇报名参加影展的民众，专心听主办单位来小改要放送的纪录片。嘉义县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来到新港放纪录片。要让在地民众了解国际社会多元的议题。10部拢是得奖的影片，嘛拢足好看的，啊，甲阮台湾人或是甲这世界拢有关系，所以阮希望讲，甲这影片的会当搁较侪的观众看到，啊，毋是伫大都市内底尔，无共的所在，吼，较细的所在嘛拢会使。会当提高大概对这方面的纪录片的迄种视野，看较济，看较开。了解较深啊！除了放送影片，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，还有邀请拍纪录片的导演，甲大家做伙讨论影片的主题。基金会表示，较早新港在地嘛有2间电影院，一个时代拢有看电影的基地，希望这个影展会当有更较侪乡亲来做伙参与。伊拍的片真有意义啦，吼，有足侪方面多样化的物件，较早的试验拢无啊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。今日有对这个机会，会当直接和大家分享咱最有意义的纪录片。想要看 TIDF 一定要跑到台北，对，所以就是看到网络上有这个消息，就觉得就是虽然也没有很远啊，就是一定要过来看，要不然就是总比去台北好。这是新港乡头届举办这种纪录片影展，基金会表示，影片的议题真多元，为12月开始一直到2025年2月，计共有9场纪录片放送的活动。希望予新港有无共的文化体验，嘛培养少年囡仔关注国际议题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